茫茫人海，擦肩而過，繁華都市，幾多寂寞。夜晚嘅星空底下，你係咪都喺度揾緊一個可以停下腳步，唞下氣嘅空間？我係你嘅老朋友雲兒，歡迎收聽輕撫你的心。每一個夜晚，我都會喺度用最真摯嘅聲音陪你傾下偈，陪你探討人生嘅哲理、情感嘅糾結、生活嘅瑣碎，仲有入面嘅心理學問。今晚雲兒想同大家分享一首好有歷史，但又歷久常新嘅廣東歌。呢首歌係一位傳奇巨星嘅出道作品，佢用一把同佢年齡唔多相符嘅低沉聲線，唱出咗一種超越時代嘅心情與無奈。冇錯，你冇估錯，我哋今晚要傾嘅就係梅艷芳小姐嘅經典金曲《心債》。首歌係咁樣唱嘅：重重心中痴債，原是欠下你一世，無限無盡愛在我心底。悠悠心中痴意，源源不絕撫慰，寂寞可補償一切。明明用盡了努力，明明事事都不計，為什麼萬般痴心都等於枉費？原來今生心債，償還不是一世，千代千生難估計。短短幾句歌詞，寫盡咗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嘅刻骨銘心嘅愛戀，同埋嗰種無論點努力都似乎無法圓滿嘅宿命感。呢首歌唔單止係梅艷芳小姐音樂生涯嘅起點，更加係香港樂壇一個時代嘅縮影。今晚就等我哋一齊喺呢份心債入面，揾下屬於自己嘅影子，從人生、情感、生活同心理學多角度去解構呢份跨越千年嘅心情。首先，等我哋睇下心債呢個詞。作詞人黃霑先生真係一個鬼才，佢用債呢個字嚟形容愛情，可以話係神來之筆。我哋成日都話愛情係冇得計嘅，但正正因為冇得計，所以當你付出咗，而又覺得未夠，或者覺得虧欠對方嘅時候，呢份感覺就會變成一份債。呢種唔係欠錢還錢嘅世俗之債，而係一種情感上嘅契約，一份由心而發嘅責任感。重重心中痴債，原是欠下你一世，呢句開門見山就講咗，呢份愛沉重到一個點，係要用一世嚟償還。呢個痴字好緊要，佢唔係普通嘅中意，而係一種近乎沉迷、執迷嘅狀態。呢度唔單止係講緊愛情，都可以引申到我哋嘅人生入面。你哋有冇諗過，我哋對父母、對仔女，甚至對一啖理想、一個夢想，會唔會都有份心債？就好似我哋對父母，佢哋用咗成世嘅青春同心血養育我哋，當我哋大個咗，望住佢哋嘅白頭髮，有時心裏面會唔會都閃過一個念頭，我好似點都報答唔晒佢哋嘅恩情。呢種感覺就係一種心債，佢唔係一種負擔，而係一種提醒，提醒我哋要珍惜眼前人，要盡力去愛。從心理學角度去睇，呢種債嘅感覺，同我哋嘅責任感，同心入面嘅內疚感有好大關係。根據黃霑先生嘅歌詞深度解釋，呢度嘅債並唔係指現實中嘅負擔，而係一種情感虧欠感。主角知道自己永遠還不清呢份愛，呢份情感源於我哋對一段關係嘅重視。當我哋覺得自己嘅付出同對方嘅期望，或者自己嘅標準有落差嘅時候，內疚感就會出現，推動我哋去補償。呢種債嘅觀念帶有好濃厚嘅東方色彩，強調責任與因果，唔似西方情歌咁一味追求自由同個人感受。跟住落嚟，無限無盡愛在我心底，呢句直白但充滿力量。佢將債嘅性質講清楚，呢份債嘅本質係愛，而且係無限無盡嘅愛。呢種愛唔係一時三刻嘅激情，而係一種深埋心底、源源不絕嘅感情。佢可能有啲苦澀，但同時亦都係甜蜜嘅，
因為呢份愛係一個人內心最豐富嘅寶藏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就要入到首歌嘅核心衝突位啦。明明用盡了努力，明明事事都不計，為什麼萬般痴心都等於枉費？呢兩句可以話係成首歌最令人心痛，亦都係最多人產生共鳴嘅地方。明明呢個詞用得真係好絕，佢包含咗幾多委屈，幾多不解，同埋幾多不甘心。我哋喺生活入面，尤其係喺愛情入面，成日都會有呢種明明點解嘅時候。明明我對你咁好，點解你仲係要走？明明我為呢個屋企付出咗咁多，點解你仲係唔明白我？明明我咁努力去做一個好伴侶、好員工、好朋友，點解結果總係未如理想？呢種感覺就係一種認知失調。我哋心裏面有一個好強烈嘅信念，只要我夠努力，只要我唔計較，我就一定會得到回報。呢個信念支撐住我哋不斷去付出，但當現實嘅結果同信念出現矛盾嗰陣，我哋就會感到困擾同心痛。從心理學角度嚟睇，用盡努力同事事不計，其實係一種過度補償嘅心理機制。我哋以為只要不斷增加付出，就可以換取對方嘅愛同認同，但呢種心態好容易令我哋迷失自己，將所有嘅自我價值都建築喺對方嘅反應之上。當對方嘅反應不如預期，我哋嘅自我價值就會瞬間崩塌，於是就會問，為什麼萬般痴心都等於枉費？其實呢度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人生哲理，努力同回報從來都唔係線性關係，尤其係喺感情世界。愛情唔係一盤生意，唔係你投資幾多就一定會收翻幾多。呢個道理我哋個個都聽過，但當局者迷。當我哋深深愛上一個人嘅時候，就會不其然咁用努力去換取愛。呢首歌嘅高明之處，就係道出咗呢種普世嘅無奈，而呢份無奈，亦正正係我哋成長嘅契機。當我哋終於明白到萬般痴心都等於枉費嗰陣，可能就係我哋學習放開手，學習接受事與願違嘅開始。最後，首歌將情感升華到一個更宏大嘅層次。原來今生心債，償還不是一世，千代千生難估計。如果說話手段嘅原是欠下你一世，仲係一個今生今世嘅承諾，咁呢句償還不是一世，就將時間軸拉長到超越生死、跨越輪迴嘅境界。呢度帶有好重嘅佛家同道家思想色彩。香港著名作家林永森都曾經講過，心債必須償還，無論是以什麼形式。呢份愛已經唔再淨係兩個人之間嘅事，而係一種靈魂層面嘅牽引，可能係前世注定，亦可能係今生嘅執念太深，深到要帶去下一世。從心理學嘅層面，呢個千代千生可以點樣解讀呢？雲兒覺得呢個可以理解為創傷或者情感模式嘅代代相傳。有啲人一生都在追求某種缺失嘅愛，可能係因為童年時缺乏父母嘅肯定，於是長大後佢就不自覺地喺伴侶身上追求呢份肯定，一次又一次重複相同嘅情感模式，好似點都還唔完嘅債咁。根據分析，心債呢首歌嘅情緒層次分為3個階段：心情與付出、努力與無奈，最後就係接受與宿命。當一個人經歷咗付出、努力同失望之後，最終會明白到有啲嘢係無法改變嘅，於是佢將呢份情感歸因於命運，將枉費轉化為債。呢個唔係消極，而係一種自我保護，一種將痛苦合理化嘅方式。因為如果呢份苦難係千代千生嘅宿命，咁今生嘅傷痛
似乎就變得冇咁難以承受。再講得深入少少，呢種千代千生嘅觀念，同心理學嘅依附理論都有關。唔安全嘅依附模式，會令一個人喺親密關係中缺乏安全感，害怕被拋棄，於是拼命去討好，去付出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。呢個循環，如果唔去正視同心理解決，真係會好似一個債咁，影響住佢一生，甚至影響佢點樣對待自己嘅下一代。好啦，講咗咁多關於呢首歌嘅情感同心理分析，咁呢首歌好的一面喺邊度呢？首先，佢教識我哋正視自己嘅情感。喺而家呢個講求速食、即時滿足嘅社會，好多人已經唔敢去認真愛。但心際入面嗰份無限無盡嘅愛，雖然沉重，但同時亦都好珍貴。佢提醒我哋，有勇氣去深愛一個人，即使最後要承受傷痛，呢個過程本身已經係一種生命嘅饋贈。其次，佢令我知道，付出過嘅努力並唔會白費，即使萬般痴心都等於枉費，但嗰種用盡了努力，事事都不計嘅狀態，其實係一種好高尚嘅情操。呢份情操，證明咗我哋曾經咁熱烈、咁真摯、咁活過。呢份經歷，會成為我哋人生嘅養分，令我哋變得更堅強、更有同理心。再者，呢首歌教識我哋接納生命嘅不完美。原來今生心債，償還不是一世。呢句說話，將我哋嘅目光由短暫嘅得失，轉移到更長遠嘅生命旅途。佢教我哋唔好執着於即時嘅回報，而係要學習接納付出本身嘅意義。當你唔再強求結果，你反而會發現，內心嗰份糾結會慢慢釋懷。但係，作為一個理性嘅主持人，雲兒都必須要指出，呢首歌入面有啲嘢係我哋需要去面對同反思嘅。最大嘅問題就係嗰個痴字。痴同愛有時真係一線之差，但結果可以好唔同。愛係一種健康嘅情感連結，佢包含尊重、理解同自由。但痴往往伴隨住執念、迷失同不健康的依附。心債入面嘅主角明顯係一個痴心嘅人，佢將自己放喺一個欠債者嘅位置，將對方神聖化。呢種關係本質上係唔平等嘅。一個健康嘅關係應該係雙方互相付出、互相滋養，而唔係一個人單方面用一世去償還。如果將呢種痴債心態放喺現代嘅愛情觀入面，好容易會令人陷入情感勒索或者自我感動嘅陷阱。你可能會覺得，我為你付出咗咁多，你點可以咁對我？但其實對方可能從來都冇要求你咁做。呢度帶出一個好重要嘅心理學概念，叫做邊界。在一段健康嘅關係入面，我哋需要設立清晰嘅心理邊界。你要明白，你嘅快樂同心痛，最終要由你自己負責。你可以深愛一個人，但唔可以將自己嘅全部價值都壓喺對方身上。而且，呢首歌嘅宿命論色彩，雖然喺文學上好感人，但喺現實生活，如果太過信奉，可能會令人喺唔健康嘅關係入面，都唔敢抽身離開，覺得呢啲就係命運，覺得自己前世欠咗佢。呢種想法，有時會變成拖延同逃避問題嘅藉口。面對呢份心債，我哋要學習嘅係承認自己曾經深愛過，亦承認呢份愛可能帶嚟傷害。然後，我哋要學識將呢份債轉化為對自己嘅一份責任。你嘅一生最需要負責嘅人係你自己。你要還嘅唔係對別人嘅痴債，而係對自己嘅一個交代，一個活出自我、活出健康人生嘅交代。親愛嘅朋友，聽完今晚對心債嘅分析，你心裏面又諗起邊個呢？
係咪都有一個你覺得欠咗佢嘅人？心債呢首歌之所以成為經典，係因為佢捕捉咗人性入面最深層嘅情感，對愛嘅渴求，同對失去嘅恐懼。佢好嘅一面，係歌頌咗一種義無反顧嘅心情，而佢需要我哋面對嘅，就係喺呢份心情入面，點樣保持清醒，點樣愛人之前，先愛自己。人生就好似一場修行，我哋每個人可能都背負住唔同嘅債，有啲係對父母嘅孝道，有啲係對子女嘅責任，有啲係對理想嘅追求。但願我哋都能夠從黃霑先生嘅詞、顧嘉輝先生嘅曲，同埋梅艷芳小姐嘅歌聲入面，得到一份領悟。重重心中痴債，原是欠下你一世，但願你嘅愛唔再係一份需要償還嘅債，而係一份可以滋養你，令你變得更完整嘅力量。當你學識同自己和解，你就會發現，原來最需要被你撫慰嘅嗰個人，係你自己。今晚嘅輕撫你的心就到呢度，多謝你嘅收聽。如果你都有啲心底話想同雲兒分享，或者有啲歌想我哋一齊傾下，歡迎你留言俾我。我哋聽晚同一時間再見，祝你有一個溫暖嘅夜晚。重重心中痴債，原是欠下你一世，無限無盡愛在我心底。悠悠心中痴意，源源不絕撫慰，寂寞可補償一切。明明用盡了努力，明明事事都不計，為什麼萬般痴心都等於枉費？原來今生心債，償還不是一世，千代千生難估計。